纖黐實中西區啊！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喺港島南出沒啊！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猜到去荃灣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喺大埔熟咗啦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直闖葵青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習軍。哦。光纖將到海將軍澳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光纖喺九龍城都揾到啊！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Hello. Hello. Hello. 光纖登陸天水圍啦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小姐，麻煩你過嚟啊！光纖出入新界北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喺港島東亮相啦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落到去深水埗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拜見黃大師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。光纖喺沙田出咗世啦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做咩啊？光纖震撼觀塘啊！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碰到去灣仔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各位市民，光纖已經抵達東涌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踩落油尖旺，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光纖同屯門大接觸啊！香港寬頻嘅光纖18區報道。